府想打造留學香港品牌，包括推獎學金，吸引更多境外學生嚟升學。不過，世界唔少地方同樣用獎學金招攬留學生，資助甚至高過香港。當局又可以點樣進一步提升教育樞紐嘅吸引力呢？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嚟香港讀書嘅非本地學生越嚟越多，上學年就升至大約89000人。香港整體教育競爭力位列全球前5名。政府形容香港專上教育高度國際化同多元化，期望吸引更多人嚟留學。不過世界多地正喺度搶留學生，香港可以點樣突圍而出呢？Christy 從事展覽策劃，呢一日佢嚟到西九文化區，希望可以攞啲靈感，為接下嚟嘅計劃做準備。我近排咧就策劃緊一個關於唔同能力人士啊，佢哋喺藝術方面嘅一啲才華或者一啲成就咁係一個研討會，一個國際研討會，呢一個真正嘅無障礙嘅藝術空間係點咧？咁今日正入到嚟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會去好留意呢一樣嘢嘅，行藝術館啦，或者係做一啲資料搜集，或者入劇場，即係喺生活入邊咧，成日都會去涉獵呢啲嘅習慣。佢呢一個刺激思考嘅習慣係由留學時期開始培養，畢業之後返到嚟香港學以致用。喺法國咧，我覺得真係好深刻嘅咧，就係我去好多嘅博物館啦，或者劇場咧，其實咧係排晒長龍咁樣，係真係好似我哋平時新年去花墟咁樣咁熱鬧咁樣。咁但係當時喺香港咧就相對冇咁濃厚嘅氣氛。會可能感受到法國人係比較悠閒啦、冷靜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當遇到一啲重要或者突發嘅事情咧，佢哋仍然都可以保持住呢種比較優雅或者係比較冷靜啲嘅態度咧。喺嗰年嘅生活入邊咧，我多咗好多時間去反思，好多唔同嘅文化睇事物嘅角度。出去留學，除咗考慮成本或者有興趣嘅學科，喺升學目的地係咪著名之外，學生仲有啲咩嘅考慮呢？即係識到唔同國家嘅人啦，咁可能工作方面嗰邊就相對嚟講就比較 work-life balance 啲咯。語言反而對我唔係太話，因為我係比較中意去學呢啲語言嘅，我係享受呢個學語言過程。都有啲學校係比較出名嘅咯，我了解到係可能對於將來自己嘅職業發展都會有幫助。係有大專院校教授帶學生參觀升學展，佢話喺全球化趨勢底下，各地嘅大專生亦都多咗考慮去到海外交流，了解唔同地方嘅文化，獲取生活經驗。因為我哋都好講呢個國際化同視野啦，咁有時候我都會同啲學生自己分享翻自己有去過其他唔同嘅外國嘅生活啊，咁不如俾個機會試下接觸下，接觸完之後可能有另一個體驗咧。因為我自己都睇到去過嘅學生，哇，半年內成個人變晒嘅，成個人係完全係積極咗啦，甚至佢自己嗰個方向係清晰嘅。咁呢個嗰個得着，其實我覺得係嗰個人生嗰個規劃同成長緊要過佢實際係咪想攞嗰張沙紙咯。佢又話見到唔少喺香港嘅非本地生有意繼續升學，不過唔少都話會考慮走出去。因為大家都想趁呢個時候，不如去其他國家去體驗㗎。有啲人話可唔可以先去香港，然後再去歐洲或者美國去升學嘅，即係佢可能話雙碩士都唔係話冇可能嘅。但係一般嚟講都係商科啊、工科啊，或者一啲叫跨學科類嚟嘅。而家講創意產業嗰類，或者甚至而家有啲係有 AI 嘅元素嘅，都係會受佢哋歡迎嘅。政府提出打造留學香港品牌，話有背靠內地、聯通世界嘅機遇。高等教育體系同埋文化環境亦都高度國際化，而香港亦都有5間世界百強大學，基礎可以吸引非本地學生來港升學。有升學顧問話，留學生揀學校，的確好多時候都淨係取決學校嘅全球排名同埋知名度。始終都係諗就係嗰個學校嘅認知性啦，即係世界嘅認知性。
究竟係咪大名嘅大學啦？其實全世界有好多嘅大學嘅一啲嘅 option 啦，升學嘅 option 啦。咁我哋睇下最終嗰個 offer 咧，就係邊個嗰個排名最高啦。因為見得到就係全球嘅一啲嘅頂尖嘅大學咧，佢哋開始係比較相同少少啦。咁呢個係有關 globalization 啦，即係你喺唔同嘅國家得到嘅教育，其實都比較相似少少咁樣咯。咁呢個係其中一個趨勢。不過佢認為要喺唔同地區當中脫穎而出，搶到學生嚟升學，重要嘅係將本地標青嘅學科打出名堂。譬如我去法國可能會讀某啲嘅廚藝啊、商業啊、fashion 咁樣啦；去德國咧去讀工程啊、建築咁樣啦。因為本身香港嘅大學嗰啲排名都幾高嘅，咁你而讀得到，譬如港大啊、中大嘅醫科啊或者法律嗰啲咧，咁你一定翻去香港嗰度讀啦，因為即係呢個就係 guarantee 咗你就業機會啦。近年越嚟越多非本地生來港升學，上個學年就有接近9萬個，2年之間多咗超過40%。政府17年前設立特區政府獎學基金，包括用作吸引境外學生嚟到香港。近年集中招攬東盟同埋一帶一路地區嘅學生，獎學金名額亦都倍增。上個學年就有150個人派咗大約5300萬。想真正香港更加成個即係學生嘅群體更加多元化嘅時候咧，點樣去利用呢啲咁嘅獎學金，令到打造自己嘅口碑。我哋獎學金主要就係針對尖子啦，咁我哋需要有第一個人嚟，然之後讚好，咁然之後先至有第二個人嚟，咁用呢個方式去廣拓門路嚇。如果我哋即係獎學金俾得太多咧，咁又會令到即係呢一個原本嘅諗法就會即係喪失咗。世界唔同地方都透過官方獎學金吸引外來學生。以歐盟為例，2004年推出全額資助進修碩士計劃，申請人有機會生活費同埋學費都全包。In some EU countries, the tuition is either at a very, very affordable price or indeed even no price whatsoever. It's free. When one gets a visa for a Schengen country, and most EU countries are in Schengen, that then means that they can visit 26 Schengen countries. Certainly, certain member states do have programs that allow then students to do internships or to work thereafter. 有本地智庫就話，世界各地正係爭取更加多海外人才去到嗰邊升學，唔少都靠銀彈攻勢。香港要建立國際教育樞紐，必須要突顯獨特嘅優勢先可以突圍。因為傳統地可能大家就係美國就會比較多留學生啦，咁而家調翻轉頭嚟咧，美國就開始踢自己啲留學生走。歐盟好明顯都係睇到呢個機會嘅，咁其實香港亦都係做緊同一樣嘢嘅。嚟到香港，咁佢可以即係接觸到中西方嘅文化，佢可以接觸到大灣區嘅一啲產業嘅資源，即係我哋去做呢個國際教育樞紐嘅宣傳上邊咧，係需要去特別注重話到將個信息帶到俾世界。佢哋曾經就香港高等教育未來做過研究，建議除咗要提升政府獎學金嘅針對性，令到相關資助用得其所，亦都要提升本地院校嘅吸引力，同埋留意留學生畢業之後點樣挽留佢哋喺香港繼續發展，令到人才組成更加多元。咁如果我哋睇翻一啲世界嘅榜單啦，世界嘅 top scientists 咁先算一啲頂尖嘅科學家，香港係佔咗一個好大嘅一個比例，佢可以接觸到即係一流嘅師資啦，一啲就業嘅機會咧係不足以去留低呢啲學生，努力去引進呢啲企業嘅時候咧，呢個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部分，就係話能唔能夠創造到一啲高質量喺 STEM 方面嘅一啲就業機會咧。時事多面睇，今集時間夠啦，再見。